也就我来呢，我做给国不那个这里我做车我做叫干嘛把给冲关了那些站那边累车嘛是不是嘛？不就别叫我干嘛把公司吃了点张新民的是就业，杨家我做给国不那干事去了那张新的嘞。多少钱？可能张新民嘛，对这边嘛对了，干嘛把我进去嘞？都进去了都去累车把总有呗，去那边。谁能有把学？张新的嘞，我进去嘞，吃了对把学，张新的嘞。这方面跟女人们去，讲明不就是这些事了。抖音。